第三章，新立的約。洪水之後，諾亞又活咗好多年，地上漸漸又住滿咗人。然而，隨住人嘅增多，佢哋又犯罪，背逆神。人們開始製造偶像嚟敬拜，而唔敬拜神。過咗幾百年，世界又一次墮入黑暗之中，罪惡滿盈。於是神藉住眾先知再次發出警告，佢要再次懲罰罪孽深重之人。呢啲傳達神嘅話語，要人悔改嘅先知們，受到人嘅忌恨同迫害，其中好多人被殺。然而神愛世人，仲係一代接一代不停咁差遣先知到世上嚟。以賽亞的預言。猶大王烏西雅、約坦、亞哈斯、希西家年間，亞摩斯嘅兒子以賽亞所睇到嘅異象，係關於猶大同耶路撒冷嘅。上天啊，聽住；大地啊，側耳傾聽。因為神話，兒女們是我所撫養的，他們竟然背叛了我。連牛都認識自己的主人，驢也會感激恩主的照顧。然而我的子民卻毫不領情，也不領悟。唉，這個墮落的社會，惡貫滿盈的民眾，作孽深重的百姓，他們藐視了神，離棄了神，背叛疏遠了神。你們為什麼那麼頑固呢？現在弄得滿頭滄桑，心靈哀慟，還沒受夠嗎？睇下，從頭到腳盡是傷痕同流膿的傷口。你們要洗滌，使自己清潔，別再讓我看到你們的罪行。要停止作惡，學習行善，尋求公平，斥責殘暴的人，為孤兒伸冤，為寡婦辯護。回來吧，讓我們來評評你。雖然你污穢的罪惡色如血紅，我卻要使你潔白如雪。雖然你骯髒的罪行色澤深紅，我必使你白如羊毛。只要你肯謙卑，聽從我，我就賜福給你。我造物主，為了自己的緣故，把你的過錯一筆勾銷，永遠不再記住你的罪惡。要遭殃啦！嗰啲一早起來喝酒的人，佢哋喝到深夜，酩酊大醉。佢哋嘅宴席有烈酒，有歌舞，卻不顧念神的作為，毫不留意神的全能。佢哋話：叫神嚟審判我們吧！佢要懲罰我們，我倒想親眼看看。要遭殃啦！那些顛倒是非的人，他們稱邪為正，稱善為惡，以暗為明，以白為黑，說苦是甜，說甜是苦。要遭殃啦！那些自以為聰明、自以為智慧嘅人，要遭殃啦！那些受賄賂稱惡人為義人，奪取無辜者權利嘅人，要遭殃啦！那些驕傲的婦女們，她們神氣活現，擠眉弄眼，裝模作樣，賣弄風騷。到那一天，神要強取佢哋所誇耀嘅，奪走佢哋嘅化妝品、髮飾、金鏈、耳環、手鐲、面紗、帽子、寶石、彩帶、護身符、香水、戒指、臂環、禮服、外套、長袍、斗篷、皮包、鏡子、襯衣同頭巾。到時候，佢哋嘅香氣要變成惡臭，腰帶變成麻繩，美髮成了禿頭，錦衣化為破布。佢哋嘅美麗
變為醜陋。凡是作惡的人要遭殃啦，惡有惡報，按照自己的所作所為，惡人必遭報應。正如稻草在火舌中焚燒，又像乾柴在火焰中飛舞。佢哋嘅根必腐爛，佢哋嘅花必凋殘，而且像灰塵飛騰。這是因為他們藐視神嘅命令，拒絕神嘅訓導。因此，地獄敞開咗無底嘅大門，都市裏嘅榮華富貴、狂歡嘅群眾、飲宴作樂嘅笑聲都蜂擁而入。神話：凡係敬拜我嘅人，將會去觀看那些背叛我嘅人嘅臭事，注食佢哋屍體嘅蛆蟲係永遠不死嘅，焚燒佢哋嘅火焰係永不熄滅嘅。所有嘅人必憎惡佢哋。難道你們是這樣無知嗎？難道你們真係冇聽過嗎？難道你們一點不領悟嗎？神坐在天上的寶座統御大地，世上嘅萬民只不過像蝗蟲一般。神使君王降為虛無，使執政者失勢。佢哋係新播種嘅小草，剛剛開始生根。神向佢哋輕輕吹一口氣，佢哋就乾枯啦。大風將佢哋帶走，像麥秸一樣。神話：你們拿什麼來和我相比？叫誰來和我比較？舉目望天，誰創造這些星辰？係神，佢率領眾星，將星星一一點名。神嘅權能大得無比，連一顆星宿亦唔會缺少。難道你真唔知道？難道你沒有聽過？永恆嘅神創造天地嘅主宰，從不疲乏，亦不困倦。佢嘅智慧高不可測。疲乏嘅人，他賜力量；失望嘅人，他賜勇氣。製造偶像嘅人盡都愚昧，他們所珍愛的毫無益處，他們供奉的偶像既無視覺又無知覺，他們必蒙恥辱。雕刻偶像嘅人，鑄造無益神像嘅人是誰？他們必跟信奉偶像嘅人同遭羞愧。製造偶像嘅工匠亦只係人而已，他們必將站在神的面前，戰戰兢兢，無地自容。木材係可以用作燃料，生火取暖，又可烤餅。人把木頭嘅一半放喺火中燃燒，飽餐烤肉，取着暖話。啊，呢個火多好，真暖和。剩下嘅另一半木頭，他拿來雕成偶像，俯地叩拜，向他禱告話：我嘅神啊，求你保佑我。這批人既愚昧又可憐，他們堅不醒悟，也不明白，因為神遮住佢哋嘅眼睛，使佢哋看不見，塞住他們的心竅，讓他們不明白。他們不肯反省自己嘅作為，沒有人再捫心自問。有一半嘅木頭被燒啦，我曾在炭火上烤餅烤肉，難道可以把剩下嘅另一半拿來製造神所憎惡嘅偶像嗎？我怎麼可以糊裏糊塗咁去膜拜一塊木頭呢？呢啲食爐灰嘅人，被自己嘅幻想迷惑，終於偏離正路，無藥可救。佢哋點解唔思考？呢啲東西豈不是虛假的嗎？我乃係神，係獨一無二嘅，除我之外沒有別的神。雖然你不認識我，我還是賜給你力量，好叫人知道，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，我就係獨一無二嘅真神。我做光明，也做黑暗；我賜幸福，也降災禍。
這一切都是我神做嘅，係我創造大地，又創造地上嘅人，係我親手展開宇宙，又統治萬物。我嘅子民啊，要留心聽；我嘅百姓啊，要仔細聽。真理和法則係我所定嘅，我嘅道就係萬民之光。我嘅正義臨近，我嘅救恩出現，我嘅權力必審判萬民，世上萬民都要等候我，殷切盼望我嘅拯救。你們要舉目仰天，然後在苦地觀望，天必像煙雲消散，地要像衣服霉爛，世上居民像蒼蠅般死亡，只有我嘅救恩永遠長存，我嘅公義永不廢止。你們喜愛正義嘅人啊，你們牢記我訓誡嘅人啊，聽我講吧，不要怕被別人辱罵，也不要因別人嘅誹謗而灰心失望，因為他們必像衣服一樣被蛀蟲咬毀，更像蟲子吃毛絨一般被衣魚吃掉。然而我嘅正義永遠長存，我嘅救恩直到萬萬代。我係安慰你們的神，你們為什麼怕那注定要死的人呢？為了那些生命如草芥嘅人，竟忘了我是創造你們的神嗎？要鼓勵疲乏嘅人，使軟弱的人堅強。要告訴心裏絕望的人，話堅強吧，不要懼怕。你睇，你嘅神要嚟啦，報仇嘅神，嚴厲咁處罰罪惡嘅神，他必來拯救你。那天，沙漠和荒野要歡欣繁榮，不毛之地也必花朵綻放。小紅花茂盛，百合花盛開，喜上加喜，高唱歡樂之歌。敬神的人啊，你必會復活；睡在黃土裏的人啊，醒來吧，歡唱吧！你要像清晨的甘露，閃爍的露珠。大地會使其中的死者復活。那天，盲人的眼必開，聾子的耳必聰，騎腳的必跳躍如鹿，啞巴也能歡呼歌唱。荒野清泉流出，沙漠河川奔騰，白熱嘅沙地變為水池，乾旱嘅土地化為泉源。喺嗰度將有一條大道，稱為聖潔之路，有罪嘅人絕不能通過，愚妄嘅人更不得進入。只有蒙神解救贖罪嘅人，才能走上此路。嗰度沒有獅子，沒有任何野獸，只有神所解救嘅人，才有權從那裏經過。蒙神救恩嘅人都要回來，歡呼歌唱嚟到聖城，佢哋將永遠享受喜樂，不再有悲哀和痛苦。